在每天快樂回家，電話聲響起，還曾為了在失戀的你寂寞播歌，然後為你作攬枕都不錯。隻眼都好大啦，而家你出面頭先擘唔大，完全擘唔到。舊照片在每張彷彿都跟你一對，讓收到的信放枕裏同睡。第一路做導演真係慘啊！我夠唔夠我今日仲係導演，我霸咗一半嘅導演嚟做。可唔可以影到？黐上下巴啲拎上啲佢。成部機係。係啦，呢隻係啦，真係影緊嘢先。天的天空看什麼？明日亦要否繼續出錯？寧願你共我認真愛過太多，也沒錯。頭先講到啦，我終於如願以償啦，可以第一次執導啦，有其中一半咧有50% 嘅導演咧係歸我嘅，歸功於我嘅。咁但係咧，呢樣嘢都唔係最興奮，最興奮咧，我終於獻出咗我呢個熒幕嘅初吻嘅。其實啊，初咧，阿吳咧佢就問我：喂，究竟娶個男好定娶個女好啊？咁樣佢梗係想娶個女仔啦。我就話：你越想娶個女仔，越唔俾你娶，就俾你娶個男仔啦。真係呢個世界大同㗎嘛，性別冇分男女㗎嘛。咁好啦，咁就係咁，下次你識做㗎啦。我識做。可唔可以男又要，女又要咁啊？多謝。床戲。然後都想放若分開，未來該怎麼對待？其實愛存在了什麼？今次咧就雖然我識咗吳彤好耐㗎啦，咁啊第一次同佢合作，咁今次咧都好開心，因為呢個 MV 嘅內容咧其實咧講啲感情啊好複雜嘅，咁又有啲戲做下啦，而且嗰個 poster 咧頭先大家影得係好靚嘅，震緊啊！可以咁部位。我寫嗰首歌嘅時候咧，已經係源自一套電影啦，叫《盛夏光年》。咁所以成個 concept 已經係有喺我腦海裏邊嘅。咁所以拍 MV 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有《盛夏光年》嚟做藍本啦，然之後去講一啲我想講嘅嘢啦。只想這天空一片藍，但明日要怎去預算？明白愛沒有劃分對錯，但怎麼分開總會掛念麼？今天的天空看什麼？明日亦要否繼續出錯？寧願你共我認真愛過太多。愛情同埋友情咧，其實有陣時真係會好模糊嘅。咁但係唔緊要，無論你係中意邊個都好，只要你中意佢嘅話，真係努力去試一次。只想這天空一片藍，但明日要怎去預算？最樣衰佢出晒。今天的山峰要什麼？明日別再數算付出過，寧願你共我認真愛過不了麼，都這樣過。等等 ，sorry， 我錯。企得夠唔夠遠啊？而家破壞咗大家嘅出鏡面。Hello。哦，我冇 pass 到嘅，同埋我做緊嘢，得閒隔離，拜拜。